事咧令我哋了解到咧路簡10年行動計劃 ICAN 咧喺香港落實嘅情況啦，同埋國際最新發布嘅一啲資料，亦都令大家睇到咧每一個社區行動咧其實都係同全世界、全球咧連結埋一齊。咁其實啱啱咧都我知道啦，特別係同其實街坊又有咩關係咧？我想講咧，我今日特別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咧，就係唔好以為咧我唔係路簡症嘅患者咧，我就唔關事，同10年計劃冇關係。啱啱咧有個市民大眾嘅 item 嘅喎，其實當每一個人知道，當我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就會有更加多人認知到呢一個情況啦，點樣去處理啦。咁相信咧對於呢一個嘅10年計劃更加有幫助。接落嚟咧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啦，因為咧我哋邀請到著名演員同埋歌手鄭俊弘阿 Fred 嚟到現場，咁咧請佢哋咧用音樂同埋分享咧同我哋同行嘅喎。阿 Fred 咧今日就會為大家帶嚟熊貓啊、無懼的肩膊等歌曲嘅，亦都會同腦癇症患者同埋家屬傾下閒偈，分享下照顧者嘅心路歷程，講下面對疾病同埋壓力嗰陣時點樣互相支持、互相打氣，體現對患者同照顧者嘅關懷。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歡迎佢上嚟，非常熱烈。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鄭俊弘，開心今日可以能夠做其中一位嘉賓，因為呢件事對我嚟講都係好親切同埋好重要嘅。咁首先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先，叫做《無畏的肩膀》。崩塌，結局會如何？誰會伸出手拯救大量曙光？如果災劫已沒法躲，只可振作別要慌。難捱到衝破，令我心的光。難救的差錯。你別嘆奈何，全靠一雙手，怎去接住太多？如改不了最後結果，只可振作別要慌，前的一切無果，必須釋放。生也要同我，全黑暗也必將。
Hello，你好，K 你好。Hello，你好。咁咧，無謂的肩膊呢首歌咧係電視劇嘅主題曲啦，講嘅係救護員拯救生命嘅故事。今日咧，我哋活動啱啱我哋都聽到咧，有好多嘅醫生啦、醫療人員啦喺度分享老簡嘅知識。其實佢哋嘅心好相似，都係陪伴啦，甚至拯救啲生命。你覺得呢首歌嘅歌詞咧有冇啲特別嘅意義？其實呢首歌嘅歌詞係個鼓勵性好大，因為尤其是有個人無居院望無謂的邊個，其實有腦癇症或者有其他罕見病嘅疾病嘅人同埋佢哋嘅照顧者，知道呢條路係一啲都唔容易去行，所以我哋必須要揾方法去鼓勵自己、鼓勵屋企人、鼓勵病人，同埋好容易係諗得好負面呢件事，所以就要真係好清晰、好 conscious 去揾辦法，去將自己個 perspective 或者睇法去正面化，同埋要好相信醫生，好相信我哋嘅醫療制度，同埋好相信醫學係昌明嘅，所以一定係幫到一定幫到小朋友。咁阿 Frank 咧講起病人啦，同埋照顧者啦，其實今日咧我哋都邀請到一位病友啦 Mabel 啦，同埋鄺太啦嘅照顧者啦，我哋邀請佢上台先，一齊傾下偈好唔好？咁有請鄺太同埋 Mabel 啦。咁咧，我知道咧，其實你係嚟自香港嘅協大會嘅，咁我睇下 ，hello， 咁啊 hello， 咁阿 Frank 我哋同你傾下偈。好啊好啊，好。咁咧啱啱講起照顧者啦，我哋不如細間啲啦，大家聽到。好。咁咧介紹多次先，咁鄺太就係病友嘅照顧者啦，應該係有小朋友係有即係呢一個情況啦。係啦，咁你喺照顧上邊咧，有冇一啲照顧嘅困擾啊等等嘅情況？其實我個女咧，佢9歲開始患有腦癇症嘅，咁多年嚟咧，佢個病情咧係屬於控制唔理想嗰種。但係我都覺得唔緊要嘅。醫學昌明啦，好似你話，同埋我相信係越嚟越多好嘅藥新嘅藥有效嘅，同埋有啲新嘅治療方法可以幫佢哋。所以我覺得我哋要樂觀啲去睇。冇錯啦，係啊，唔緊要係樂。同埋照顧佢哋之餘咧，都要照顧自己啦。我哋都好重要嘅，對佢嚟講，我哋要陪住佢行呢樣嘅路。我覺得我哋嘅健康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希望真係自己要活到老，去照顧能夠照顧，但係你老之餘你要有用喎，你唔可以話70、80歲咁你又攤咗喺度，咁你又真係冇用。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而家就開始好注重自己個飲食啊，個健康一定要長命百歲。係啊，好重要，我哋嘅角色係都要我哋多啲愛惜自己，冇錯，除咗家人之外。咁其實咧，我都係一個新手爸爸，我繼續問下 Frank。幾多歲啊？係啊，啱啱1歲幾咋？哇！你真係，其實我好感同身受。咁我又想問下咧，其實喺照顧佢哋嘅時候，有冇一啲生活管理小 tips 咧？我都要聽下。照顧有嘅，咁其實我個仔，我諗佢大概佢好細個已經開始有腦癇嘅，咁初以為佢係瞌眼瞓啦。咁啊睇醫生講唔係啊，呢啲就係㗎啦，所以佢而家3歲啦，所以我好清楚佢未發作，我已經知道佢會係，即係我好清楚佢嘅狀況嘅。所以如果我知道佢嗰日唔夠瞓，即係知道佢攰，咁 anytime 就會發生。咁佢嗰隻咧，佢好似停，佢一塊糖就要暈㗎啦，所以你要喺佢隔離，一定要接到佢。所以佢嘅精神狀態或者佢等等蛛絲馬跡，你都係好sensitive。好sensitive，同埋佢一興奮咧，我係知會有機會啦，會大機會，咁就你要控制翻個情緒，calm down，要 calm down，咁佢就發作。精神，你唔係特別精神，你係同佢一齊啦，係啦，係。好，咁我哋訪問下Mabel 啦。Mabel 咧就係一位病友啦。咁咧，但係我其實啱啱同你傾偈咧，聽你講咧，喺個成長過程咧，都好多俾人誤解嘅，俾人標籤嘅情況。可以同大家 share。成長過程咧都 OK 嘅，但係有時發作嗰陣時咧就覺得好無奈啦。咁但係入咗香港醫界會咧，我認識咗一班病友啦。咁我哋發作，我哋其實好識得點樣去照顧佢哋。咁
我哋如果係長時間咧，幾分鐘都未停咧，就會拖白車送去醫院。但係如果佢好快醒翻咧，咁我哋咧就會好識得點樣照顧佢。所以我哋好識得咧守望相助，同埋發揮我哋自重嘅精神。咁依家咧，其實呢度咧有好多大眾喺度啦。你有冇啲説話咧，趁你依家喺度咧，你同佢哋講下，譬如一啲澄清嘅一啲誤解啊等等嘅嘢，你有啲咩想同大家講咧？其實我哋嘅病咧就好常見嘅係第四種嘅腦科疾病。咁我哋好積極咁面對嘅人生咧，咁我哋大家都好開心面對咧，我哋發作都會少啲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只要大家知多啲、share 多啲咁就 OK。咁俾啲掌聲啊兩位好唔好啊？咁我先請兩位咧度評下，休息一下先。咁咧我知道咧，今年咧其實就係路簡10年行動計劃嘅其中一年啦。咁啊，我就知道咧 Frank 咧，其實為咗鼓勵大家咧，做咗少少創造喎。咁啊，真係用行動帶嚟改變。不如咧，我哋直接過嚟聽下你嘅創作好啊！俾啲掌聲先。個理念咧，其實即係大會邀請我寫個 jingle， 其實同埋要求用廣東話，咁我就初時啦，要用廣東話，咁佢就 send 咗好多資料俾我去參考，咁啊咁啱就有2句 slogan， 咁我諗就咁就不如直頭用個 slogan 啦，咁就唔好用我啲好差嘅廣東話去寫個 jingle， 咁但係個難處咧就係要reverse songwriting 調轉去寫呢啲詞，因為通常你係寫一個 melody 先填詞落去，咁而家就係有個詞咁就框住咗，咁就要寫個 melody 落去，咁啊希望即係可以寫一首比較upbeat 有希望，即係燃點希望，好想帶出最後呢句燃點希望。係，雖然阿 Frank 話好難，都難唔到佢，俾次掌聲佢先啦。OK。呢首歌其實就好有意思啦，希望大家之後咧再有機會再聽到啦。咁不過咧，我知梁 Frank 咧仲有一首歌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咧呢首歌咧就係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嘅《熊貓》。咁依家嘅時間交俾你好嗎？首先好有意義，我哋需要多啲呢啲活動。我記得我上年去美國，咁就係參加咗一個 convention。咁係專係防止自助入證，佢連續3日，類似都係咁樣嘅，好多講座同埋邀請病人啊、屋企人啊，大家去了解下乜嘢係呢個病症咯。epilepsy 其實作為一個即係或者有解，我哋係更多宣揚我哋呢啲病俾大家知道，咁大家了解咧，或者你喺街度見到一啲有發作嘅人，你會知道點樣去處理，同埋唔使驚。你可以多問今日就係Epilepsy Day 2月8號，咁2月有好多嘢發生。2月15號就係國際天使綜合症日，咁我覺得今日好有緣，亦都係我個榮幸。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哋啲活動，大家支持我哋病人同屋企人，送一首《熊貓》俾你。
盡興都別離，仍然仍舊就如熊貓般感應，情話語仍然堅守到地，全為你，下一天歸來不可放棄。好有力量提醒我哋身邊咧，其實好多無謂的肩膊啦，同埋熊貓呢一首歌咧，其實據我所知咧，都係講緊不離不棄嘅一個守護喎。咁啊，默默支持住患者同埋家庭咯。經過咗一連串精彩嘅表演同埋分享咧，其實我哋今日咧嚟到另一個重要嘅環節啦。咁就係多謝同埋肯定大家嘅一啲參與。國際腦癇日其中一個全球行動係15 million steps 步行活動，透過累積步數，象徵同全球5000萬名腦癇症人士同行。香港今年亦都再度響應，希望透過每一步，亦更多人睇見腦癇群體嘅需要。而家咧，我哋會頒發證書，咁所以請咗阿 Fred 咧嚟到呢度咧，為我哋嘅學員咧頒發一啲嘅證書嘅。咁我哋嘅學員上台致嘅就係嚴慧心 Virginia。一齊望住前面嘅鏡頭咧，展露你哋燦爛嘅笑容就 OK 啦。Thank you, Frank。咁啊，就可以先到台下就坐啦。咁啊，下一位咧係英華小學嘅老師 Eric。
咁咧英華嘅表現咧，相信唔使我講咧，大家都可以聽到啱啱其實佢哋係好用心嘅練習啊，都絕對唔係一兩日就可以做。咁啊，俾最大嘅掌聲！同樣都望住前面啦。